死刑犯黄林凯昨暗时10:02请决执行死刑进前，后边对外事务部发表声明，呼吁台湾暂停执行死刑，而且废除死刑。因那废死团体也呼吁暂停。民众党立委积极执行这项死刑案件，敢是赖政府为了抢救家己的民调？民进党立委讲并无这件代志，因那国民党立委是肯定法务部长陈明谦签执行令。宪法法庭去年9月判决死刑符合宪法，不过敢若下用上界严重犯罪类型，所以去外界看作是废除死刑。宪法法庭强调讲，伫判死刑进前，唔但爱确认犯罪情形上界严重，还佫要经过真严密的程序，等于是大幅度限缩死刑下用的范围。法务部长陈明谦上任了后，头一届签准执行死刑的执行命令。国民党立委罗志强对陈明谦签署执行令是表达肯定。郑明谦签署了死刑的执行令，那么我要感谢他这个还给司法正义跟受害者公道，那也肯定他签署这个死刑的执行令。针对黄林凯这案执行死刑，立法委员陈冠廷表示支持，认为国家依法执行死刑是依护司法公正跟社会安全必要的手段。死刑是对家属、对亲属的最基本的一个交代。未来只要在合法合宪的前提之下，只要定验，只要合宪合法，就必须要尽速执行死刑。不过，民众党立委张启凯表示，执行死刑到底敢有符合宪法法定宣告的程序，或者是干那为着抢救家己愈来愈歹的民调，赖政府应该爱更加明确对外出来说明。今天晚上赖清德政府执行死刑第一枪，到底有没有符合这些要件？甚至有没有可能让有些人在质疑的，会不会只是为了抢救自己的第一名的这个民调？政府应该要更明确的对外做一个说明。有人质疑执行死刑是有政治的动机，或者是要转移焦点。民进党立委林俊宪强调讲，民进党并无任何焦点需要转移。死刑的执行就是依法行政。我想，我们尊重相关司法单位的决定。现在的政治焦点在于蓝白乱政，面临了大罢免的风潮，有政治危机的是蓝白两党。废死联盟伫请决进前发声明，批评政府违法执行，这甲乌白杀人同款，为政治的利益来杀人，心肝是真险恶。呼吁赖清德总统请下留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